紮肚期間，如果你成日便秘、肚脹、肚滯，咁效果會直接減一半。重點一，好多時肚腩唔係肥，而係你滯脹、氣滯。紮肚係幫你排走水腫同埋通淋巴，但係如果你消化好差，好多時呢個肚脹、肚滯，紮多幾次都好難會收。重點二，腸道塞住，器官好難復位。紮肚最重要係內臟歸位，但係如果你成日太脹，個肚太滿，子宮啊、胃啊、腸啊根本呢就未翻到去原位。第三，消化好，效果係快1倍嘅。當你腸道通咗、輕咗、氣少咗，內臟會更容易復位，腹部會循環提升，小肚腩收得快，代謝會提升1倍。如果你下次想知道紮肚應該食啲咩，唔食啲咩，記得留言話俾我知，我會再拍下一條片。